太后，全妖已带到。好，太后，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就斩了吧。太后有令，斩立决。保护太后和皇后！上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！都不要退，顶住！我们也真够倒霉的，人们都去看犬妖斩首了，我们却在这儿看门。那不还都是因为你打牌输了，我们才在这儿。我昨天不是给你使眼色了吗？你使你眼色，谁能看懂？给我闪开！公主，我们办不到。太后有命，3日之内谁都不能进这个门。你以为我杀了你们，太后会在乎吗？人呢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恢复了法术？道法一直在我身上，得失也看自己。想逃没那么容易。
我了。天木童，你未满3日私自逃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行了，若不是他逃出来，你我还有命吗？天木童多谢太后见谅。这是小蘑菇呀！是小蘑菇吗？是啊，这是蘑菇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天木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禀太后，这个犬妖曾是我贴身的小太监小蘑菇，他是被隐藏在宫中的白巫师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太后，天木童私放了小蘑菇，也是不想滥杀无辜，不想让太后的清誉蒙羞。但他这个人一向这样，装腔作势。事后也没有跟太后说明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天木童，你继续说。太后，白巫师之所以把小蘑菇变成犬妖，是因为小蘑菇之前闻到过仕女图的麝香，他想利用小蘑菇找到仕女图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小蘑菇即使变成了犬妖，也没有完全听从他的命令。哼，还不是你动了手脚。最早的犬妖死了之后，这宫中仍留有妖气，而且宫中唯一被咬的却还活着的，就只有小蘑菇一人。所以小道早有准备，在他的灵台注入了神石。可是我也没有想到，这白巫师竟然如此狠毒，他让小蘑菇咬死了陶公公。哼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诚然，这世间之事，哪可一一料到？小道在面壁之时，确实亦心灰意冷，可也不曾想过，竟无意修道成功，这道法更上一层楼。这也是天意。还请太后宽恕小蘑菇的罪过。赦免小蘑菇？太后有所不知，这犬妖恢复成人形之后，犬妖的记忆便会完全消失。犬妖只是被白巫师所控制的，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意识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无意识？如果他完全无意识，他怎么会去救你呢？况且他令云儿致死，差点让公主受到伤害，这可是有目共睹的。小道方才所言，纯属事实，还请太后宽恕。太后，你可千万不能放了这个小蘑菇，他作罪太多，如若放了他，恐宫中之人不服。宁妃，你的意思呢？回禀太后，臣妾觉得皇后说的在理。如果这个小太监再次变成犬妖的话，后宫又该大乱了呀。太后，这犬魂珠已经被小道毁了，小道敢担保，小蘑菇断无变成犬妖的可能。禀太后，臣有一言不得不讲。于大人请讲。依臣所见，小蘑菇应当被赦免，也必须被赦免。哼，我当是什么话？于大人，你之前帮天木童求情，现在又帮小蘑菇求情。于大人，你对后宫之事可是热衷得很呢。皇后，臣并非是有意干涉后宫之事，臣实在是为太后的声誉着想啊。此话怎讲？太后，正如天木童道长方才所言，这小蘑菇其实也是个受害者，他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变换成犬妖杀人的，而且他还杀死了一手抚养他长大的陶公公，这已然是一出人间悲剧了。太后若能赦免于他，便体现了太后的仁德之心。于大人可真是一片忠心，处处为哀家着想。臣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我看你是诚心帮天木童吧？皇后，天木童是太后请到宫中的，
他有多大的本事，太后心里自然清楚。若不能很好的安抚于他，使他另外产生别的念想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好吧，既是于大人求情，那我就答应你，赦免了小蘑菇。太后英明，把这个白巫师的真实身份揭开。这人是谁？这不是臣妾宫中的一个侍女吗？啊？哎呀，她怎么一直潜伏在我的身边呢？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快送宁妃回宫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哎呀，把这个白巫师押进天牢，择日斩首。你不用担心，他过几天就会好。谢谢你，云姑娘。你不用谢我，也不用内疚。我答应为你守护，但是我没想到小蘑菇最终会变成犬妖。我先走了。大人，天目道长求见。啊，快快有请。是。于大人，天目道长道法恢复，还永行白巫师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惭愧啊，当日小道万念俱灰，险些辜负于大人一片苦心，还请见谅。哈哈哈哈，不提这些了，坐下说，请坐。天目道长肩负重任，万万不可再有自暴自弃之举呀！承蒙大人教诲。现如今我大明朝外有强敌，内有隐忧，还要仰仗道长你为国家为社稷排忧解难。你答应我之事，切不可抛之脑后啊！小道自当铭记在心。那就好。啊，对了，小蘑菇的伤势如何呀？托于大人的福，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呀，就消消气吧，快坐下歇会儿。哼，那个天目童居然还活着，法力更胜以前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，本王可会心疼的。哼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妖法，把乐平的魂儿都勾走了。这个天目童，本王定不会给他什么好果子吃。一旦抓到机会，本王一定弄死他，让他现在飞得有多高，以后摔得就有多痛。哼！云姑娘。为什么要这么快处死白巫师？这是太后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？我已经到验尸房查过，被杀死的这个白巫师很有可能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曾经发现白巫师的手臂上有一条纹身，而我验尸的时候发现这具尸体上并没有纹身。那这个白巫师还挺厉害的，你得小心一点。是啊，我貌似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，眼下又得从头再来。对了，云姑娘，你们锦衣卫那边要帮我调查一下线索，毕竟我每天还要分出时间去照顾小蘑菇。嗯，那是当然。那我先走了。
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，试试看。行啊，小老头儿，挺合身儿。谢谢小老头儿。不生气了啊？谢谢小老头儿。小蘑菇，咱俩是挺好的呀，那又不代表有什么关系。云儿，你喜欢吃点心，这回多吃点吧。小蘑菇，记住，吃亏是福。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，试试看。陶公公，小蘑菇不好，是小蘑菇该死，还没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反而害了你。对不起。小老头儿，云儿，虽然我没为你们做什么，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们的。于大人前来有失远迎。天目道长不必多礼，我是有要事来跟道长商议的。请。请。今日前方传来消息，皇上被敌军所困，情况不明。我已打算前去营救皇上，但不知小道能为皇上做些什么。希望道长继续寻找日月神鼎，其他各种势力也在寻找仕女图。此鼎关乎国家之存亡，断不可落入歹人之手啊！大人就放心吧，只是小道眼下担心着另外一件事情，恐怕当日处死的白巫师并不是真正的白巫师。道长是说那个白巫师是假的？当日我与白巫师交手，曾看您的手上的纹身，可是，在行刑之时，那女子手上并没有纹身，所以我怀疑，那并不是真正的白巫师。金蝉脱壳，看来这后宫之中又会有大事发生了。这宫中之事就要拜托给道长了，千万不能让仕女图落入其手啊！大人放心，此事交给小道。我也不便在此久留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小蘑菇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小蘑菇啊，于生死之事，你要看开些。谢谢于大人关心，只不过于大人有所不知，云儿的死得无辜，是被恶人害死的。云儿她拼了自己的性命，保全了你的命，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活下去。你要替她过完余下的人生啊，不要忘记了她就好，啊。嗯。娘娘，这怀胎的感觉我是知道的。您腹中神鸟虽然神力惊人，
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孩子，时不时的任性一番也属常态。所以啊，为了让他能更加听您的使唤，偶尔放他出来透透气也好。不然总闷在您肚子里的话，他一调皮，您可就要受罪了。鸟儿，回来吧。娘娘，快喝了这碗药吧。我先喝。娘娘，你可好些了？还是瑶儿贴心，不仅帮我保守秘密，还这么尽心服侍。看来我得好好嘉奖你了。瑶儿只是一个宫女，私自怀孕，触犯了宫中的大忌。若不是娘娘为瑶儿掩饰，瑶儿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瑶儿不求娘娘的嘉奖，只求娘娘能兑现之前的诺言，事成之后送瑶儿出宫，好让瑶儿能一家团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聚的。嘴巴张开。娘娘，您这是为何？你当我不知道啊？你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多次与程志远私会，可是你违背诺言在先。娘娘，瑶儿只是去报一个平安，但绝对没有说半句多余的话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就算你不说，也难保你不会泄露行踪，被人给盯上。你知道我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不能留你。娘娘，瑶儿对您还有用处，求娘娘救我。你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。我怀胎10月，腹中的神鸟已经成型。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就是一团黑气，像大鸟。看来真的有必要去宁妃寝宫走一趟了。师傅，你带我去吧。你还是在房间里好好待着吧，这里多有不方便。师傅，我的鼻子和耳朵都特别灵敏，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。师傅，我想为云儿和陶公公亲手把仇给报了。把它处理掉，我要休息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？他对你有功，他出去私会也是因为程志远。如此重情，想来以后也不会出卖公主。愚蠢！若不是因为程志远的话，你以为他会听命于我吗？留着他迟早是个祸害。我真搞不懂你们，男人到底有什么好？区区几句甜言蜜语就让你们忘记自己是谁了。哎呀！哎！师傅，我好像闻到一种味道，从那边来。你怎么了？
师傅，谁啊？怎么不追了？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什么味道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太后，你怎么了？拿镜子，拿镜子！太后，您看，您哪不都是好好的吗？好多鸟咬我的脸，哎呀，我的脸还在。太后，您是最近操心太多了。最近，我的头总是很晕，眼前老有些不干净的东西。要不然，咱请个太医过来看看。老了，真是老了。你口口声声说天牧童不会来干扰我们，可他现在已经查到这里。云香柔，你最好别骗我。不敢。程志远死了，杀死自己的手下不好受吧？瑶儿要是不死，程志远就不会死。你这是在怪我吗？不敢。他们私下偷情已是死罪，我帮他们隐瞒了这么久，已经是对他们的恩赐了。要怪就怪他们明明知道宫中有规矩，却还要在一起。还有你，埋个尸体都埋不好，还让天牧童给发现了。若不是如此，程志远还能多活几日呢？你口口声声说天牧童不会来破坏计划，可围巾的局面，你还控制得了吗？是我无能。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。围巾之计，我们只有提早行动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生出多少枝节。那您肚子里的移魂鸟怎么办？移魂鸟已经成型，只是多耗些阳寿而已。云香柔，你和我都没得选择。那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？今晚。只要过了今晚，几个天牧童恐怕也是没用了。我怎么睡一天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哪儿去了？哎呦！叫师傅出来玩会儿。哎呀！
人到哪儿去了？你谁？谁呀？谁呀？宁妃，怎么是你？你不在宫中养胎，到这儿做什么？我心中挂念太后，便来看看。你的孩子？孩子已经出生了呀！你又发疯了！来人，来人呐！别喊了，太后总是操心，如今也该歇歇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也是妖怪？怎么又是妖怪了呢？说的可真难听啊！龙种呢？哪儿来的龙种呀？我腹中怀的可是移魂鸟，如今已经长大了。天木童，天木童，别喊了，老东西！今晚谁都不可能来救你了。你是我？我是谁呀？你当然是我了。你这个妖人！你自己看看吧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有这么惊讶吗？也是。这个世界上，谁能面对面看到自己的样子啊？你居然跟我换了身体！没错。怎么，给你换个年轻的身体，你还不满意了不成？你这个妖人！你要拿我身体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快给我解开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！天木童，你终究是斗不过我的。
妃娘娘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宁妃，我是太后啊！是有人跟我换了身子了。宁妃娘娘，你说的什么呀？我听不懂了。是有人跟我换了身子了。荒唐！你是不是又疯了？胡言乱语什么呀？你这个妖精！你这个妖精！你这个妖精！你是不是瞎了眼了？你可是伺候了我一辈子了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是太后啊！太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公公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受了刺激，就又疯了呗。你这个妖精！你这个妖精！公公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把他拖下去！这要让外人看见了，还成什么体统？来人，给我拖走！你们谁敢？你们谁敢？我是太后啊！我是太后啊！妃，你竟敢如此对我！等我出去一定扒了你的皮！扒了我的皮？你最好别惹我生气。拖走！我是太后，公公，我是太后啊！公公，太后，这宁妃娘娘怎么突然间这样了？不要多问，按我的吩咐办。就说她是因为流产而发疯的。那要不要请天目道长过来看看？不用，我自有打算。是。哦，还有，我想清静一下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你们都不要随便进来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小道见过太后，不知太后找小道所为何事？天目统，我听说剩下那半张仕女图的线索，你已经有了。不知太后从何得知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我问你，你找仕女图这么久，有什么进展吗？小道是一心在找图，但关于线索一事，实在是子虚乌有。唉，仕女图事关重大，是寻找日月神鼎的重要线索，而日月神鼎又关系着天下安危。没想到此啊，我都感到寝食难安呐。好，太后大可不必如此忧虑，毕竟要找到整张仕女图，才会解开神鼎背后的秘密。只要太后手中的半张仕女图安放得当，太后不必如此挂牵。只要有半张仕女图在外，这心里总是觉得不安。小道自当竭尽全力找到另外半张。你一旦有了新线索，要及时向我汇报。这个自然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休息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天目统，你不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吧？小道怎么会有事欺瞒太后呢？你要是瞒着我，可是犯了欺君之罪。知道。六王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不是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啊！你这是要宰了我吗？哎，我怎么可能宰了你呢？只要你身上一块肉而已。小李子，这刀要么快一点，要不遭罪是小事儿，
弄不好会出人命。哎呀，六王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好，小李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滚蛋！公公，还是您来吧。哎呀，小李子，我人老了，这手脚不利索了。这样，你长刀，我跟你说从哪里下刀，这样又快又好，又不会出问题。这还是个新手。别怕，别怕，眼睛一闭就过去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？死变态，滚开！小李子，站好。宁妃最近事多了，侍女死了，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，发疯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是啊，以前肚子里的龙种正得宠，现在疯了，被关在太后那里。你说这人生的事儿，谁也说不准。哎，小点声。没事儿，没人听得见。快走。不要！不要！放心，给你留着呢。六王，谢谢六王的手下留情。我现在手下留情，不过日后宫里人知道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手下留情。嘘，六王，你不说好不好？我可以不说出去。不过，你要留在本王身边，听本王吩咐。以后跟着谁能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多谢六王的栽培，谢谢你这么器重小蘑菇，小蘑菇这辈子都报答不完你的大恩大德。废话还真多，在这儿候着吧。不是，六王慢走。公公啊，太后，我那仕女图如今放哪里保管了？太后，您说您自己保管，我们做奴才的可不敢多问呐。这个老奸巨猾，做事儿这么谨慎。这些人渣，说府里办事不让我走，你们就是吓唬我。
我小蘑菇怕你吗？我不怕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出去才行。我困在这里不是个办法。哎，我感应符呢。找到那半张仕女图了没有？没有，这寝宫上上下下我都翻遍了，就是没有。这个老东西把图藏得挺好啊，看来得让他吃点苦头了。想必你位高权重，一呼百应，没吃过这样的苦头吧？别跟我装模作样。你以为我不敢对你下狠手吗？我知道你心狠手辣，你下什么样的毒手都是正常的。你将不得好死。你还真敢说。不过，你今天叫唤的动静也是大了些，要是惊扰到别人，可就不好了。我看你还是睡着的时候比较讨人喜欢。你不是常做那个噩梦吗？你就继续做吧，别醒来了。睡了。呀，小鸟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，快去把天幕道长请来。是。关关，关关，小鸟，小鸟，关关，关关，关关关，平儿，母后。哎，怎么变2只小鸟了？公主，可恶的东西，居然被公鸟吸引不肯回来。云香容，有何吩咐？我已经知道那鸟的位置，你快去找回来。我教你的咒语，你用住就好。至于另一只鸟，找到之后，立即解决掉。那鸟在何处？乐平公主的寝宫。这若是公主问起缘由，就说是奉了太后之命。道长，鸟已经飞回，公主请天幕道长去看。多谢了。大胆，进来也不通报声。
只剩1只了，我的鸟呢？云香容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在下只是奉太后的旨意来抓回1只鸟。太后怎会如此无礼，跟1只鸟过不去？太后吩咐的事情，我怎么好意思问？再说了，太后自有太后的道理。且慢，这件事也应该有它的原因吧？这只鸟待在这儿好好的，你怎么就要抓走它呢？再说，你也知道，公主可是太后的心肝宝贝。平儿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谁敢？我奉太后之令，令牌在此。母后。怎么了？公主昏倒了。去看看。这御医怎么还不到啊？见过皇后。你怎么来了？可否让我看一下，公主殿下？公主没事吧？回皇后，公主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一些惊吓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那个云香容，说是奉了太后的命令，杀了公主最心爱的鸟。母后，平儿，你醒了。天幕道长，你来了。平儿，你没事吧？关关，平儿，你别难过，母后啊，一定让那个云香容吃不完兜着走。关关，不就是一只鸟吗？我让你六王叔再给你弄一只一模一样的来。一模一样的也不是关关了。不妨让小道一试。关关活了，关关活了。你这是又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云香容？小小一个千户也能把你气成这样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他今天居然当着我的面把你送给平儿的鸟给杀死了。他竟如此大胆！说是奉太后的命令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对，这太后怎么可能跟一只鸟过不去？我也想不明白。太后平时很宠爱平儿的，不知今日为何要杀了她心爱的鸟呢？太后确实跟往常不一样，难道她是中了什么妖法？你是说太后已经不是太后了？倒言之尚早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太后平日里最宠爱乐平，不如用乐平以看望之名去探一探。这不太好吧？你放心，乐平单纯、简单，对方不会起什么疑心的。好吧。谁？天牧童。
进来吧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是为了乐平公主鸟的那事而来的。你天目童居然会为了一只鸟？看来你对乐平公主也算是上心。乐平公主单纯善良，我不想让她伤心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那只鸟？我只是奉了太后之命。小蘑菇现在被抓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一定是被白衣巫师抓走了。师父何时才能来救我？他们会不会弄死我？就算他们不弄死我，这么我也受不了啊！要么就凌辱我，要么就侮辱我，虐待我，太可怕了！这些人，不行，我小蘑菇大仇未报，我绝对不能死在这个地方，我不能。他被抓走了。他之前闻到了白衣巫师的气味，眼下小蘑菇失踪了，一定与白衣巫师有关。我又不是白衣巫师，你来问我做什么？你虽然不是白衣巫师，但你是白衣巫师的下属。太后刚刚下令杀关关，我可不敢去。平儿，你也是太任性了，说不定你是太久没去看太后了。太后啊，她生气了。你现在去看看太后，让她知道我们平儿有多么可爱，又惹人怜。说不定啊，她以后就不会再那么生气了。好吧，我去就是了。这才是我的好平儿。去准备一些雪花糕、蜜饯，还有桂花糕。太后最喜欢吃这些了。那我去准备一下了。去吧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上一次你拿剑逼我出宫，我便有所怀疑。一个人的样貌虽然可以隐藏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、身手，根本没有办法掩饰。在御膳房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怀疑。可是，在宁妃寝宫再次交手之时，我已十分熟悉。之后我极力否认自己的判断，可是愈否认，就愈肯定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对你下不了手。你们能不能放了小蘑菇？她是无辜的。如果我说小蘑菇不是白衣巫师抓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没想到你的意识还是这么强啊！你还是接着睡会儿吧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等你的意识都消耗尽了，你还不是乖乖的听我的？你现在还有机会离开皇宫。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，我在这宫中有许多任务，眼下还没有完成，不能离开皇宫。况且此时，白衣巫师已经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的白衣巫师，根本不是以前的白衣巫师。为什么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？我可是为你好。如果你当真为我好的话，就应该跟我一起联手，把白衣巫师揪出来。他作恶多端，理应受到惩罚。而如此一来，
你也算是将功补过。我是不会背叛我的主人的。还请云姑娘好好想想此事。告辞。快点！太后。乐平来了。太后，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雪花糕，给您尝尝。您尝尝。太后，您要是没有胃口的话，就吃点蜜饯跟酸梅来开开胃吧。太后，您是不是在宫里待久了，容易生厌啊？不如我们出去散散步吧。您之前最喜欢带着乐平去逛荷花池了。好。要是您还感到烦闷的话，不如我们叫人来给您唱小曲儿吧。乐平，改日吧。我今天太累了。好吧，那太后好生休息。乐平先告退了。公公，在。我这几天身体不适，心情烦闷，谁也不见。是。公主，这不是回宫的路，跟着走就是了，不要多问。师父，你说了解这世间许多真情，当真是好事吗？天幕道长，天幕道长。公主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小蘑菇呢？哦，他有事出去了。哦。公主请坐。不知公主此次前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来找你说说话。公主请讲。太后今天特别奇怪。她怎么了？我带了很多好吃的糕点去给她，可是她好像都不记得以前喜欢吃什么了。我记得她以前很喜欢吃的那些呀，而且我给她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太后好像都不记得了。以前她都特别疼爱我，对我特别热情，可是今天她好像对我不理不睬的，好像巴不得我快点走似的，反正就是特别不对劲儿。公主，那你试想，太后会不会当真是换了一个人呢？啊？不知公主可有听过移魂大法？移魂大法？对啊，这是一种萨满的巫术，可以将一个人的灵魂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什么？这么可怕？你别吓我。公主，我刚才说笑的，可能是最近这宫里怪事连连，太后也是日积月累，劳累过度，所以才会行事异常。公主你就放心吧。好吧，吓死我了。哼。母后，平儿，平儿，太后如何？虽然太后看起来是明显不一样了，可是天不道长说，也许是操劳过度所致。天不道长也去看太后了？这倒没有，
是我去看了他。母后，天目道长也是的，跟我说什么太后中了移魂大法，说被换了魂魄什么的来吓我。哼！啊，平儿，太后最近操劳过度，你就别去看望她了。哦，罐罐，罐罐，平儿，母后也累了，先回宫了。罐罐，他们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啊？还是你最好，罐罐。怎么样？平儿说，太后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还有，她听天目童说，太后像是中了什么移魂大法，被人换了魂魄。我不管他太后是真是假，还是中了什么移魂大法，那半张仕女图确实就在他的寝宫之内。我们行动越快越好。地道已经挖通了，今晚就可以行动。
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木童，你逃不出我的掌心。